Hello，大家好啊！之前我有一條片咧，同大家介紹一間英國持牌銀行 iFAST Global Bank，大家係可以喺世界任何地方隨時隨地咧都可以申請佢哋嘅戶口啦。另外，如果大家用佢哋嘅 debit card 消費咧，仲會有2% 回贈添㗎。咁今日咧呢一條片會同大家介紹佢嘅姊妹公司 FSM One。咁點解我要同大家介紹 FSM One 呢？因為如果大家將呢兩個戶口連埋一齊啦，大家係可以做到1蚊都唔使就匯錢去到英國㗎啦。最快仲可以係做到咧即時到帳㗎。一嚟咧可以方便大家喺英國消費啦，二嚟咧亦都可以賺利息添。我會喺呢條片裏面咧教大家點樣免費開戶啦，點樣將呢兩個戶口連結埋一齊，做到零成本匯款去到英國啦，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好重要嘅注意事項嘅。咁當然唔少得我哋嘅專屬優惠啦，同埋獎賞㗎。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想將你嘅資金零成本咁樣匯款去到英國咧，咁我哋就去片啦。如果大家有睇我之前條片咧，相信大家咧都會對 iFAST Global Bank 咧有啲概念㗎。咁不過今日咧會同大家介紹埋 FSM One 啦，同埋呢兩間公司係有啲咩關係㗎。咁 iFAST Global Bank 同埋 FSM One 咧都係隸屬新加坡嘅上市公司啦，易豐集團。咁易豐集團啦喺新加坡啦、香港啦、英國啦、馬來西亞啦都有業務㗎。首先 iFAST Global Bank 係一間受到監管嘅英國持牌銀行，你嘅存款咧係會受到 FSCS 保障，每個人咧都會有85,000磅咧嘅保障額㗎，而且你1蚊都唔使咧就可以開到佢嘅戶口㗎啦。而 FSM One 咧一早就喺2007年已經進駐香港啦，佢前身咧係 fundsupermart.com， 可以話係香港最早一批嘅網上投資平台之一。FSM One 平台提供基金、港股、美股、A 股、新加坡股、債券、全權委託投資組合等等。所以如果大家有呢兩個戶口嘅話咧，大家係可以零成本咁樣匯款同埋轉帳去到英國㗎啦。咁所以真係慳好多錢，亦都會方便快捷好多㗎。咁等我再詳細多少少同大家講清楚啦，就係如果大家有 FSM One 嘅戶口啦，同埋 iFAST Global Bank 嘅戶口咧，將呢兩個戶口連結埋一齊咧，大家係可以做到零成本電匯啦，亦都即係你1蚊都唔使就可以將你嘅資金匯款去到英國㗎啦。最快係可以做到即時到帳㗎，而且 iFAST Global Bank 咧係支援7種貨幣，當中包括英鎊啊、港幣啊、美金啊、新加坡紙同埋日元等等㗎。特別一提啊，如果大家想將你嘅英鎊直接由香港匯豐啦、渣打啦、中銀啦直接轉去 FSM One 咧，都係1蚊手續費都唔使㗎。另外，如果你想喺 FSM One 嗰度提款咧，亦都係冇次數同埋金額嘅限制㗎。所以無論大家已經喺英國啦，或者準備移民嚟英國嘅朋友咧，用呢一個方法匯錢去英國咧，就會方便好多，更加唔需要俾銀行食咗你嘅手續費咯。咁可能睇到呢一度咧，大家都會好想知道點樣連結呢兩個戶口做到零成本轉帳去到英國啦。咁個過程其實好簡單嘅啫。第一步當然就係要開咗 iFAST Global Bank 同埋 FSM One 嘅戶口先啦。咁以下我就逐步好詳細咁樣同大家分享。如果大家用電腦嘅話咧，第一步就係登入 FSM One 嘅賬戶啦，然後咧你就喺左上角設定嗰度再撳賬戶設定，跟住再去銀行戶口資料嗰度撳右下角嘅添加銀行戶口，跟住再撳海外銀行。你撳完儲存變更之後，系統咧就會自動彈咗個提示俾你㗎啦，就會問你喂，你係咪要連結 iFAST Global Bank 啊？跟住你就再撳多一次儲存變更，就可以將呢兩個戶口連結埋一齊㗎啦。咁如果你係用手機 app 嘅話咧，個過程一樣都係咁簡單嘅啫。大家首先打開 FSM One 個 app，log in 啦，然後就撳右下角嘅目錄，跟住就再撳帳戶設置入面嘅帳戶更新，再撳銀行戶口資料。跟住你再撳底部嘅加入銀行戶口，之後再撳海外銀行，同電腦版一樣，個系統都係會問你係咪要連結 iFAST Global Bank，然後你再撳確定，
就會確定咗㗎啦。咁當呢兩個戶口都連結咗嘅話，大家就可以隨時匯款㗎啦。咁好啦，而家兩個戶口已經連結咗咯喎，咁點樣由 FSM1 匯錢過去 iFast Global Bank 咧？都係首先登入 FSM1 個 app 啦，然後再撳交易，然後再撳提取資金，揀翻你需要嘅貨幣，然後喺銀行名稱嗰度揀翻 iFast Global Bank， 打翻個銀碼啦，再撳提交訂單，之後就再確認，咁你就完成咗㗎啦。咁好啦，如果調翻轉咧，喺 iFast Global Bank 過數去 FSM1 咧？咁其實都好簡單嘅啫。首先登入 iFast Global Bank 個 app 啦，喺 Payment 嗰度揀 Transfer Within iFast Group， 再揀翻個地區。咁 iFast Platform 咧就揀翻 FSM1， 跟住都係嗰啲嘢啦，例如揀貨幣啊，打翻個銀碼，咁你就完成㗎啦。如果大家睇到呢一度已經想開戶嘅話咧，我會請大家停一停先，因為咧我仲未介紹我嘅專屬優惠，而今次嘅專屬優惠比較多，比較豐富，咁所以我都真係要睇住嚟讀啊。咁如果大家咧喺 FSM1 呢個 app 開戶嘅話咧，大家記得用翻我嘅專屬優惠碼。記得全大街啊！咁大家咧頭3個月買國債嘅話係可以免認扣費啦。頭1個月買美股嘅手續費劃一只需要係3個8嘅美金嘅啫。咁頭1個月買基金咧，亦都可以免認扣費㗎。如果大家仲未開 iFast Global Bank 嘅戶口咧，呢度亦都有專屬優惠俾你哋㗎。大家只需要用我條專屬 link 嚟到開戶啦，然後存款500磅或以上並擺放超過3個月嘅話咧，大家亦都會額外賺取到5磅嘅現金獎賞㗎。咁我會將所有嘅詳情啦、資料啊、link 啊、優惠碼擺晒喺個 description 嗰度，咁大家陣間可以睇翻。咁可能去到呢一度咧，你就會想知多少少關於點樣開 FSM1 嘅戶口啦。咁以下咧，我就嚟同大家講下點樣開呢個戶口啦，同埋進行認證㗎。咁佢咧係有3個方法嘅，最方便嘅方法就係用智方便 I am smart， 咁佢係可以一次過咧做晒開戶啦，同埋認證，5分鐘之內咧就搞掂㗎啦。咁或者如果你冇特別用開智方便，或者唔想 download 個 app 咁樣先算啦，你可以用第2個方法，就係親身去佢哋嘅辦公室啦。咁第3個方法咧就係用郵寄，咁我亦都會逐個方法咧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係點樣玩法㗎。咁首先同大家分享下咧去辦公室嗰個方法先。咁大家只需要用 FSM1 個 app 啦，填寫咗開戶資料先，然後咧再用電子付款授權 EDDA 嘅方法，由香港銀行轉賬港幣1萬蚊，跟住就可以喺手機 app 嗰度咧預約翻上去佢哋尖沙咀嘅辦公室嗰度搞手續㗎啦。咁不過要留意翻，你係要用香港嘅身份證，又或者特區護照㗎。BNO 咧係唔接受㗎，咁呢1萬蚊咧係會直接去翻你嘅現金賬戶裏面，咁所以你完成認證之後咧，你係可以直接用翻呢啲錢咧嚟到進行投資啦，又或者你哋直接拎翻出嚟都得㗎。咁不過最重要，記得啊！你去人哋個辦公室之前，記得一定要預約，唔好就咁 walk in 上去啊！如果唔係，你就要等好耐啦，到最後咧亦都會浪費咗你寶貴嘅時間㗎。咁我知道咧，我嘅觀眾咧，大部分咧已經移咗民嚟英國㗎啦。咁我哋根本就唔得閒翻去香港去尖沙咀個 office 喎。咁我哋可以做嘅咧，就係用郵寄嘅方法啦。咁郵寄係點玩法嘅咧？大家咧係需要預備3份文件㗎。第1份咧就係要有你已簽署嘅投資帳戶申請表。第2份咧就係你嘅身份證啦，同埋特區護照嘅副本。第3咧就係你嘅身份確認文件，咁即係啲乜嘢咧？就係例如啊，係一張同你身份證明文件相同姓名及由香港持牌銀行戶口所簽發嘅1萬蚊港幣劃線支票。咁留意翻個簽名咧，亦都要同你嘅申請表咧係一模一樣嘅噃。又或者你可以安排見證人咧去核實你嘅身份，而呢一位見證人咧係需要係一位咧持牌嘅專業人士嚟㗎。咁不過你要留意翻啦，喺 iFast Global Bank 同埋 FSM1 嘅身份證明文件咧係必須要一致㗎。咁簡單嚟講啦，即係你用啲咩證件去開 iFast Global Bank 咧，你就用翻啲咩證件去開 FSM1。咁可能你會話吓，我一早已經用咗我本 BNO 嚟到開
iFast 個戶口噶咯喎，咁而家個證明文件唔一樣，咁點算啊？咁其實都好輕鬆嘅啫，大家唔需要擔心啊！大家只需要用翻你註冊 iFast Global Bank 嗰個電郵地址啦，send email 俾翻 iFast， 要求佢哋咧添加翻 FSM1 嘅身份證明文件號碼咧，咁就得噶啦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嘅 iFast Global Bank 同埋 FSM1 咧，佢哋呢一個係非常之好嘅 combo 嚟嘅，因為佢哋聚集咗好多嘢於一身㗎，有投資啦、免費匯款啦，同埋銀行功能。咁所以無論你係喺海外又好啦，定係喺香港都好啦，如果大家想你哋嘅投資啦，又或者轉移你哋嘅資金方便少少嘅話咧，呢一個組合咧係好適合大家㗎。仲有啊，再提提大家。記得咧用我嘅專屬優惠碼喺 FSM1 App 嗰度開戶啦。咁詳情咧我會擺翻喺 description 噶。咁所以如果咧大家未睇我之前 iFast Global Bank 嘅片咧，大家記得睇翻晒。如果有任何嘅問題啦，又或者意見，記得留言話俾我知啦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